好，歡迎嚟到網上世界。今日有單爆嘅新聞啊，就係馬斯克咧批評英國獨裁喎，同埋禁止言論自由喎。哇！依個咧就係挑戰咧 BNO 嘅底線啊！你明唔明啊？即係 BNO 覺得英國係絕對自由，好過香港好多噶嘛。咁點解無啦啦一個世界首富會話佢係獨裁，話佢係言論自由打壓咧？咁樣嗱，呢個新聞都真係幾有趣啊！咁啊，好多 BNO 咧，即係賣晒所有家當，乜鬼都唔要，永遠唔翻香港噶啦咁樣。為咗乜嘢啊？就為自由啊嘛，係咪先？個個都話：你唔知噶啦，自由啊，言論聲音啊，得英國先有啊。而家真係一巴巴冚落去到啊！而家世界首富都話冇自由啊，呢個地方啊，咁啊好有趣啊！咁咧，原來咧佢個 Grok 咧就搞咗麻煩嘢，佢個人工智能咧出咗啲麻煩嘢。咁咧就因為咧好多人咧就攞佢嚟咧做啲色情照片啊，咁咧就搞到咧即係好多唔出得嘅一啲照片咧就出嚟啊。咁啊英國政府咧就而家話咧係即係好侵犯咗一啲婦女啊同埋一啲小朋友啊。咁就於是咧就下令咧，如果佢再唔收斂咧，就會停咗佢個服務。咁啊，而家咧已經有兩個國家停咗噶啦，就係印尼同埋最新就係馬來西亞都唔俾用 Grok 去生成呢啲照片啊！我唔知係咪成個 Grok 都唔俾用啊？咁希望香港唔會啦，香港而家仲用到啦。而且我自己都有付費用啊嘛 Grok，我好早已經 join 第一個 AI，我其他都冇 join，我就係 join Grok 嘅啫。咁就所以咧而家幾頭痕喎。佢哋生產啲乜嘢咧？佢就生產一啲咧，即係嗰啲色情照咧，就係每分鐘都7000幾張喎，係掃幾都掃唔晒。咁咧嗰啲人咧就攞啲免費版嚟用嘅。咁免費版咧原來都可以照生成一啲圖啊嘛。咁而家咧就唔俾啦，就而家咧自己去付費版先做到。咁但係都係俾佢做喎，佢仍然係俾佢做喎。咁所以咧，有時咧，佢話有啲地方政府咧有啲限制咧，其實係保護啲市民㗎。所以我都話啦，喂，有時 Bitcoin 俾你真係俾你用，但係你又入晒好多錢落去，你又冇監管，咁咪好大件事咯。萬一有事，所以咧仲有言論自由又係喎。其實咧加拿大咧係首先第一個咧係 Meta 咧啲美國即係大型嘅科技股咧。科技公司咧就 Meta 第一間咧俾個Canada 咧係 ban 咗，唔俾佢出新聞嘅。因為其實真係嘅，因為咧佢亂咁噏噶嘛，有啲人咁，所以唔係言論自由就一定啱嘅。言論自由即係個個都講到啦，個個都亂咁噏，亂咁噏嘅話咧對個社會係危害嚟嘅，因為冇 fact check 啊嘛。咁好多人都信以為真，所以咧好多假嘢就咁解啦。即係 Meta 最出晒名咧，就係多假新聞啊，仲有假 link 啊、釣魚網站啊，乜鬼都有。咁所以就係你監管不力啊嘛。你有啲嘢唔出得嘅，你又出咗。咁有啲人信誤以為真，就以為真係。咁所以呢個新聞咧，真係好好咁去留意下。咁啊，佢嗰個 Grok 呢個咧，信報嗰度有講啦嚇，因為咧就涉及呢個有色情內容咧，印尼咧就暫時封鎖 Grok 嘅服務啦，即係冇咗保護婦女、兒童同大眾啊。第一個國家，而家最新就馬來西亞都封埋啦。咁英國咧就已經講啦，如果你唔遵守當地法律，連你呢個即係佢都會封埋佢咯。咁但係馬斯克咧就話英國咧政府就法西斯主義同埋打擊言論自由，但係施紀賢咧就話啦，呢件事件係可恥同令人厭惡嘅。嗱，係咪啊？要求馬斯克咧旗下社交平台迅速控制咯。嗱，因為咧佢哋係好搞笑嘅，即係為咗要贏人哋咧，就冇限度嘅，即係冇底線啊！即係佢中意做乜都得啊！因為而家咧個 AI 個競爭好大啊嘛。如果你樣樣都閹割版，我又唔做得呢啲，又唔問得嗰啲咧，咁就變咗好冇人啊嘛！啲人話咁，所以咧為咗要爭取更加多嘅客戶咧，就唔理噶啦，即係揾錢至上啊嘛。所以佢哋就話啦，要傾進即係法律權力採取行動啊，直頭到去咁啊嗱，呢幾日咧就會出呢個消息噶啦嚇。
咁但係呢件事反思咧真係好有趣嘅，就係你特登移民就係為咗嗰度自由空氣啊嘛，但係而家自由空氣又冇啖好食，嘢又貴，租又貴，生活環境又差，樣樣嘢都貴。你獲得嘅嘢連自由最後嘅一樣嘢啦，你最堅信嘅一樣嘢就係英國比較自由啊嘛。咁你而家睇到唔係啦，因為當年咧我好記得咧，幾年前咧啲人話唔準用 ChatGPT 咧，好驚噶嘛，好似香港會執輸啊，或者香港唔掂噶啦，就因為冇 ChatGPT 用咧，香港係會落後噶咁樣啊。點知即係本地生成嘅都鬼死咁多啊，內地做呢個 video 啊，做呢個 AI 啊，大把啊，甚至 Manus 咧都俾個Meta 咧係爭相係收購晒佢。而家 Manus 咧嗰隻 AI 咧就已經唔能夠喺內地有得用咯，反而係倒翻轉頭喎，俾美國大公司收購咗之後咧，佢就唔俾喺香港同埋中國提供服務啊。所以你係咪好搞笑啊？你估都估唔到喎，係反而係一啲美國軟件啊，香港仍然用得到啊，唔用嗰隻咪用第二隻咯，係咪先啊？咁但係咧，反而中國軟件咧就用唔到啦，俾人收購買咗，係嘛？即係科技嘅進步得好快咯，所以你唔好以為喂一定係美國領先咁，有時突然間轉個頭，哇，中國又追到喎咁樣。咁同埋咧，你所謂嘅言論自由啦，因為之前咧都試過噶啦，就話咧有啲人上去示威咧都俾人拉咗啦，甚至咧喺網上面講幾句咧都俾人拉埋。嗱，呢個真係有咁嘅新聞㗎，真係我唔係作㗎。咁喺香港啊都冇咁癲啦，係咪先？即係真係個網絡監察啊，其實我可以咁講啦，全球所有國家都有。你唔好以為淨係得英國冇啊，其實英國都有啊，美國又有，周圍都有啊，所以咧言論一定要正確同埋合規格咯，即係合乎當地嘅法律咯。啊，如果你係唔遵守法律嘅，你亂咁嚟嘅，其實真係你自己要負擔翻個責任咯。啊，唔可以話喂，我有個自由可以噏，你就亂咁噏，你又唔符合當地嘅法律。你睇下嗱，連世界首富都一樣要遵守當地法律。如果唔啱嘅，一定要下架咯。呢個係合理咯。啊，因為唔係你中意講乜就講乜噶嘛，要符合呢個事實噶嘛，係嘛？我就係最驚呢啲新聞就係哇，你都唔係有啲大嘅媒體或者機構講嘅，根本都唔符合個事實嘅，咁你咪即係睇到咩係真咩係假咯。都話今年咧呢個成個九運咧都會揭露一啲咧通常收埋好少人知嘅嘢，就開始爆出嚟啦。咁好啦，咁其實美國而家做緊咩咧？其實而家咁講啦，特朗普喺咪度，佢都唔會改變嘅。就算下一任總統轉咗，唔係特朗普咧，佢而家嘅美國嘅政策咧，亦都會去翻門羅主義嘅。一般人咧講門羅主義咧都唔係好明係乜嘢。咁咧總之佢會行翻門羅主義啦嚇。咁咧就係反全球化，呢個會繼續噶。因為咧佢等緊一樣嘢，其實美國好得意噶，佢係一段時間不停擴張，咁而家咧就全部收縮翻嚟。當你收縮嘅時候咧，就係行翻門羅主義，就係咁簡單。因為佢等緊一樣嘢，等緊乜嘢咧？大家有興趣知咧，Patreon 裏邊繼續講。好啦，如果你覺得呢段咧有用咧，幫到你咧，就記住撳個 like，share 下俾朋友。呢度咧完全免費，冇廣告，乜都冇。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支持下咧，撳個 like 嘅啫，或者咧喺嗰個通知嗰度咧撳晒所有片。咁咧一有新片咧，我會同大家即係報道最新嘅消息嘅。咁亦都咧，我會加咗我自己獨特嘅意見啦，同埋預示將來發生緊咩事啦。咁呢啲嘢咧，其實我都幾即係好耐之前都話咗，你覺得有自由主義咩？唔係噶，其實底層係一樣噶，即係亂咁講嘢係有後果噶。我好記得我真係講過呢樣嘢，即係唔好喺網上面亂咁噏嘢咯，因為網絡係隨時有你嘅 record。